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7月初4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珠。伫咧高雄永安区的泉州沙埔公园，昨晚暗发生一件毒水的命案。一个70来岁生出来查甫人伫海洋受水的时，那像是去互狗仔攻击，致使伊的头部冻伤毒水。海巡人员赶到位的时，这人已经是无生命现象。有当地的居民是讲，前几礼拜嘛有龙洞狗攻击来受水的人。高雄市动保处是表示，详细事故原因要再厘清。伫咧海面上，抑阁看到3只流浪狗伫咧受水，不过另外这边则看到救援人员对海底加渡水的游泳客救起来，人救起来时阵就已经无生命现象，赶紧上边抢救也是救袂大。平常时拢会伫遐游泳的，嘿，安尼哦，逐工拢会去吗？嘿，水性是够好个，就是遐狗甲加一个，已经着要害。这件意外发生伫咧高雄永安区石板路泉州海沙埔公园附近，初三下昼3点多，有人看到一个76岁生出来查甫人伫咧海受水时阵，互流浪狗攻击，造成伊毒水，赶紧报警。他身上的伤势主要集中在头部的严重咬伤，还有身上也有一些零星的咬伤存在。我们在施救的时候，那3只狗就已经游离了现场。家属讲，死者普通时就会来遮受水，亲戚朋友听到消息拢唔敢相信。当地民众讲，2礼拜前有人来遮受水时阵，鱼仔互狗夹登去。一个少年落游泳，遐狗怎冲落伫海边啊？伫个游泳迄带遐所在怎遐落夹鱼仔又登去。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暗时伫咧现场抓到一只流浪狗，不过是毋是家人的狗，抑个详细发生的原因，抑个会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台中丰原有一间军用品店，这个头家一家伙仔5个人，可能是因为防诈骗，一欠真侪钱才会来行底路。警方伫咧现场有找到遗书，抑个有小贵的火炭。都有议员表示死者顶个月有捌讨过救兵，讲投资黄金去互骗去，这物加起来是超过500万。目前警方已经介入来调查。监视器有翕到姓王的头家甲亲人前几天的暗时阁无用伫收物件。不过7月初2，一家伙仔5人就互人发现已经自杀，现场有发现遗书，也甲小鬼火炭。我也很惊讶呀，因为我们平常都会跟那个大姐有的时候到垃圾打个招呼这样子。台中丰原这间军用品店，就是王家一家伙仔租厝的所在。因为28岁王家细汉囝真侪天无上班，当时通报警方，会同李长处做伙开门，才发现危险的代志。未有打斗痕迹，排除有外力介入情形。现场留有遗书，经查访有人查知近日有传送轻生意念的讯息，疑因财务关系轻生。厝边是讲，初2有看到饭店的人来看王家2台机车甲1台汽车。饭店的业者嘛说明，王家大汉查某囝确实有来订物件，甚至佫带小妹来借钱。当时姊妹好人是互人诈骗。我是有特别去跟他确定说，你要确定你真的没有被骗，那我可以帮你的是没差。就后来他说，因为他是一个朋友有帮他介绍，这个都是他现实有看过的人。台中市原社志中表示，6月1日捌接到姓王头家家后求助的消息。姓王阿某甲大汉查某囝，迄个月25嘛有到服务处。当时因讲是因为听信大汉查某囝同学的建议，地署厝内至少有3个人因为路卡买黄金欠真侪钱，后来佫参加做伙买物件开支票，所以累积的债务超过550万。所以说他们一开始就去刷，然后赚了3000，真的有。然后就会继续第2笔再来就全家人几乎都投进去了。那刷卡之后，那账单又有下个月了，账单的名字是你本人的名字所以他这种做法里面是永远你都会有下一期的账单还没缴。一切的原因呢，我卢秀燕卢市长呢都已经第一时间责令警方务必要查明真相姓王一家伙仔是毋是去拄到诈骗，积欠真侪钱才自杀，还是毋是有暴力威胁？台中市政府已经请警方调查清楚，也呼吁民众拄到财务问题，要勇敢向外界求助。市政府完有相关的资源，拢会当提供专业的应对甲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有人因为防骗就惊底路，警方就呼吁民众会当和警察做伙合作来抓诈骗，安尼后续反省会当透过司法甲一寡钱讨回来。只是讲这个诈骗的步数一直换新，民间团体嘛发现，这民册顶悬一直拢有诈骗集团去看广告，害民众受骗，所以这个民团因嘛要协助受害者去告民册。去年底，台北内湖一对母女听信投资诈骗，损失1200万，行绝路。正常沟通开，谢谢。台中初三嘛发生一家伙5个人拄着投资诈骗，规家伙自杀。6月底南部嘛查到一件专门骗民众投资黄金现回集团，22人互人骗4000万。根据10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顶个月敢若假投资诈骗超过16000件，财损金额超过89亿。5种主要的诈骗手法包括假投资诈骗、蒙古诈骗、假交友等，其中假投资诈骗手法是上大件的。发现自己的要投资啊，必须还要在缴什么保证金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不动产再去借款啊。最近的诈骗啊，他会这个要求你再用不动产去抵押借款，结果到最后就会导致你的房地产都一去不复返。警方呼吁拄到诈骗唔通绝望，配合警方破案，有机会向对方求偿，讨回部分损失。民众介意使用的社群媒体，也去予保法人士利用，定来出现投资诈骗的广告。民众若无识字，就会防骗，所以有民间团体决定协助被害人集体向民册提供。脸书是全球最大的社群平台，那它应该有占尽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务，妥善来履行防诈的义务。那不过他们却放了这个诈骗广告在平台上面来投放，那没有落实审查的机制。民团表示，目前15个受害者甲协会联络，互人诈骗的金额超过2亿，受骗的形态拢是投资诈骗。司法部捌因为民册的广告服务违反防诈条例，重罚1500万。去年已经公告甲 Google、Line、Meta 等6间平台业者列管，今年的6月3日，预定今年9月中有效，扩大防止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北市副市长骗真正的太太不过身了后，在网络顶就出现恐吓检察官和法官的言论，司法院和检察官协会拢发声明来谴责。另外，这个涉嫌放送恐吓图文的姓地的鉴定师，将互人具体告案，透过透明新闻了后是啥禁见？行伫咧中穿乌衫的这个查甫人，就是涉嫌伫咧网络顶打北检检察官甲北院法官的名相片，叫因用名来行销的姓地的鉴定师。昨暗11点外被移送北检复审。伊承认就是散布图片的微音色面子粉砖版主。检方依照恐吓罪甲违反告知法，而且有强犯，还未告案，今透早当场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任何以暴力恐吓、散布仇恨言论等行为，意图影响甲官依法办案的行为，不仅是对甲官的人身威胁，也是对司法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挑衅。任意公布系属中个案承审法官的个人影像，并搭配恫吓、辱骂文字的行为，不但应该承担民刑事责任，也容易引发舆论猎污，对法官的人身安全和审判中立构成实质的威胁。对这件代志，院检拢发声明严正谴责。涉案的唔那是姓地鉴定师，因为伊制作的合成相片，也佫有进一步加工，顶头放标语字、名字、命详。专案小组查到，这是一对住伫咧台中的情侣制作的。昨半暝到2个人住的所在搜查，随时早起将会甲2个人移送复审。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日的天气普遍也是真烧热，各地高温会当来到32至35度，所以咱来看温度。透过卫星云图，通看到在卢松岛附近的低气压，日本气象厅拄则表示已经增强变做热带性低气压咯。今仔日台湾附近水汽是豆豆变多，东半部恒春半岛嘛有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虽然是侪云到好天，也毋过过道这类阵雨的范围会扩大。新竹以南地区也有其他山区过道会有短暂雷阵雨，然后中南部的地区嘛有可能会来上大雨。今仔日气象署对全台湾11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其中有8个县市是高温的甘蔗灯号，尤其在北部36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会较宽。另外，伫咧彰化县、南投县也有嘉义县是高温的黄色灯号，所以民众出门都要加注意，嘛着加啉水哦。
最近的天气有影是热到挡袂牢，今仔日气象署嘛针对几内县市来发布高温警示。根据卫福部的统计，7月初1和初2这2天，因为热伤害去看医生的都有上100人，有急诊的医生都呼吁民众，若是准讲有头晕还是无精神，就要特别注意哦。最近日头赤炎炎，行伫咧路的袂错，敢若伫咧巷路内面共款。真侪外送员皮肤互日头晒甲拢变乌变歹，有人家己穿冰水，有人穿浅色的衫，规身躯白白白白，避免热伤害。可以去那个槟榔摊，他都有那种卖那种结冰水，差不多20块1罐的，然后就直接买来喝。一直流汗呢，待不住。别人比较不会流汗，他可能习惯了可以。但是我摸上去都是水啊，晒伤一定都会晒伤啊，习惯了就麻痹了。卫福部统计，今年6月初1到29，因为热伤害看医生的就624人次；7月初1、初22天，热伤害就医的人次超过100人。大概一天可能5、6件有吧。早上最多，当然第一就是老人家可能有时候晚上可能水喝少，然后晚上不开冷气，对家人发现怎么老人家能全身发烫来，以为他发烧感染，其实很多是中暑。这种热天气到拜六可能就有变化。天气专家讲，今年第3号风台木温初三透早形成，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就要注意，即马伫菲律宾北边外海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相近这礼拜六就可能变做风台，而且伊离台湾只敢若500-600公里远，所以就要特别注意是不是变做风台，抑佫行倒一个方向。角度比较大的话，就会压到我们的东南边或者是东边的海面上。那如果是走中间的路线，就是直接对着台湾来。所以无论如何，看起来这个系统大概对台湾都会有影响。气象专家讲，即马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变做风台的机会真大，估计到拜六，伊山顶人的路线就会较明显，所以民众就要特别注意最近天气的变化。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若是台湾哦，最近澳洲嘛长烧热，亲像伫咧德国的柏林，气象预报就讲有可能是会热到要40度。另外，西班牙到希腊、土耳其嘛拢传出因为天气太过烧热，造成森林火烧。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有8个人因为热流也是火烧不幸亡生。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地区伫烧炭的森林大火互相原正无赢。当局指出，火灾伫前一天初1就致使2个人死亡，到初2有2个人因为烧风死亡。另外，意大利甲法国也拢传出类似的不幸消息。为这阵的温度变化图会当看到代表极高温的深红色，由西向东一路横扫欧洲各国。气象专家指出，欧洲这阵的高温现象是热强效应所造成的，主要是因为高气压向下压制，使得地表拍甲正烧的小空气无法度称悬，潜伫地表附近。Under the influence of what we call a heat dome, which is a slow-moving area of high pressure, the heat just builds underneath that day after day, week after week. That's moved up from Northern Africa into Europe. It's been causing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s across Europe. 根据研究，气候变迁甲热强效应的出现正有关系。One, they tend to happen more often, they're more persistent when they happen, and they're more intense. So we get higher temperatures. Record-breaking temperatures. I mean, there's been many daily records being broken across Europe at the moment. 高温若加入世界看到居民甲观光客围野雨伞为酸水来降温，相关的国家政府拢做出因应的措施。法国政府对中部几个大区发出最高等级的红色警戒，提醒民众爱小心极高温。瑞士北部一个核电厂因为用来冷却的河水温度伤悬，电力公司决定暂时甲反应炉关机。但是伫森林火灾部分，土耳其讲。地中海东岸的切实梅火已经控制啊，不过为了安全，已经先撤离当地5万的居民。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再来和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头先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台大病院追踪17年，头届正式大肠癌体检的年纪，若是对50岁提早到40至49岁，这个死亡率就通降低超过40成。若是民众要自费来做大肠镜检查，建议是对40岁以上开始做。再来是联合报，立法院去年底3读通过开放80岁以上的视大人唔免把持量表评估，就通请外籍看护。劳动部长是有告3项法规，保证这同证家庭会使优先来请国内的义工，也若是国外引进看护，申请的时间是维持2个月左右，拍算是7月底开始实行。再来是自由时报。
中华合办的金下影都体育活动，原本日头是要对厦门出发收购金门起来，也毋过因为有统战的疑虑，所以中央是要求金门县府就来停办。中华体育活动第13届的金下影都，原本是打算这个月26日来举行，却因为牵涉到统战的疑虑，有风声这个陆委会是要求打动。县政府表示，会等这收到正式的公文了后再来处理。因那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是强调，金下影都一直都唔是单纯的体育运动，嘛讲目前是要搁在审查。收起来了后，用走的过终点线，两花金梅下梅收水的比赛，今年都要进入第13届。原底7月2日要举办，不过陆委会讲，这一届主办单位是厦门市政府，因为活动会下过金梅甲厦梅海峡的中线，牵涉敏感的问题，要求都要停办。那金门县政府讲，一切等收到正式的公文才搁讲。还要看潮汐。那也要看很多相关的这些气候条件，所以如果要再延期，还有各方面，确实在这个时间点会比较不好安排。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很单纯的去进行这些相关的这些体育活动。我不会称它是单纯的运动，去那边就是要接受统战洗礼，从厦门游过来，等于是要游过我方的，进入到我方的禁限之水域。对这个事情呢，我们会比较谨慎的处理。金门县府虽然感觉无奈，不过也是尊重，嘛会遵照陆委会审查了后的指示。杨文杰强调讲，统战这个事，原底就是中国的政治武器，无法度用法律来定义，干来当用个案来审查。另外，在台湾的中国配偶，顶一日互要求，都要交3个月内失去原籍的证明。6月底期限已经到啊，不过根据陆委会上新的数据，还阁有1668个人无交。真正捌甲 RRON 的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是要求陆委会都要把这个命令收回去。他现在应该要停止所有的补件除籍案的专案，很多人因为这样，他必须要放下手边的工作，他必须要打断他的生活秩序，飞到他的家乡。我们认为陆委会应该要公开、正式的对这1.2万的陆配家庭进行道歉。我们是为了保障各位陆配朋友在台湾的身份安定，不知道有什么道歉的必要哈？有一些，譬如说他原来抗议的很大声的，譬如说像游志斌，他很快就回去拿了。杨文杰强调讲，亲像7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破病疗程等6种类型，拢会当透过挂保证寄给的方式来代替。强调陆委会未伫咧无联络到的情形之下，都直接甲伊台湾人的身份注销。不过嘛提醒，若无交失去原籍的证明，未来若是去用检举，可能就要吃罪。记者综合报道。除掉杂质。总统赖清德进前伫咧团结国家第4天有讲到在亚太国防预算的代志。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伊嘛表达对台湾国防预算的关心，也若包括强化国土防卫韧性预算1500亿在内的4100亿的强化安全韧性特别条例，立法院是打算今仔日要来处理。也若国防部含海委会伊嘛拢呼吁为着国家安全，请朝野含国民都来支持。国造尖南海军号车山展开第3届铺航测试，早起8点伫港口慢慢驶出去，也吸引民众伫咧港口围看。不过伫测试的过程，煞发生有时阵违规走入来管制区，紧互人赶走。很期待，就是说拐111这一艘可以顺利的完成测试，然后加入到我们这个捍卫海疆的这个行列。海军号并完成铺航测试，到日下一届单下舱潜水航行。专家观察，海军号这届出海测试也是无启动主机，望待准后一届测试，海军号一旦启动主机，消除外界疑虑。在测试的过程中啊，一路用电池来推进，不是不可能哦。但是呢，你必须要考虑到电池电力耗尽的时候呢怎么办？美国在台协会初日举办国庆酒会，主题拢咧讲棒球。AIT 处长郭立坚讲，美国赢，台湾嘛赢。美国未放弃对台湾的长期立场，嘛表达对台湾国防预算的关心。As Taiwan continues to work towards increasing defense spending beyond 3% of GDP this year, we look forward to further investments, both in traditional military deterrence and societal resilience. And just as spending for Taiwan's defense has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in the U.S. Congress, I fully expect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to devote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maintain peace.
立法院一定测试处理强化安全论性特别条款，拢总4100亿，其中强化国土防卫论性拢总偏差不多1500亿。为了争取中央各界支持，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初三伫行政院记者会激动后场，呼吁在野党莫阁走动。海巡守护国家，国家要守护海巡。拜托大家，为什么我们需要特别预算？让它从执法的角色充分的变成执法加国安的角色。我们国安面临的急迫的威胁，若平常以公预算来支应，将缓不济急，所以恳请国人能够支持。国防部讲，因应区域局势甲敌情威胁，只有透过特别预算，才会当伫关键的时刻维持战力。行政院都用提供特别预算用伫提升国家韧性，强化国土防卫能力。知影若是想要以普发现金代替1500亿，也甲补助台电的1000亿，认为安尼做万万不可。知影嘛无法度负担国安甲民生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强化民间的应变能力，今年的汉光41号演习期间，头一届要来做城镇韧性的演习，7月15要开始伫咧各地头来进行。警政署这届嘛是头一回要和卖场来合作，到时民众伫咧指定的卖场会听到防空警报，就要依照卖场人员的引带去避难，透过实际的卖场环境和模拟防空避难情景。内政部也呼吁民众会当先传好紧急避难包，若拄到状况，就会当随时应用。7月国家团结月，除了国军汉光41号演习，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嘛是重点。逛卖场听到这个声音不要紧张，因为这一次城镇韧性演习把卖场也纳入了演练。在演习期间，如果听到防空警报的声音，卖场人员会负责引导民众。到时候只要跟着卖场人员的指示，一起来到像是地下室这样比较好的避难空间就可以了。这种空袭是不会选择的嘛？对啊，随时随地都无预期之间就会发生。不管到哪个地方都必须做演练啊。民众大多数拢赞成防空避难演练，加纳入无共情景。7月15开始，中部、南部、北部、东部含外离岛会小连续来进行城镇韧性演习。这摆警政署第一摆结合卖场、伫北中南指定门市，公布办理防空疏散避难模拟演练，强化业者和民众的应变。台北、台中跟台南各选了一家店作为整个演习的一个示范店，原则上是以有地下室的为主，怎么样疏导这个顾客。内政部讲，到时伫指定门市的民众听到警报声，除了要停止买物件，阁会照卖场人员引导避难，要记得避免挖门窗玻璃，用遮也是旧的木头保护的姿势。卖场人员嘛要演练紧急应变，亲像安大人客简单包空喙，另外现场嘛要做伙来模拟安怎团警报等等。如果一旦防空警报发布的时候，人车都是要保持一个避难。只不过以前万难的话，就是说好像只听到防空警报，没有像这次的话非常的切实。消防署嘛提醒民众，会当先预先来准备紧急避难包，基本来准备的亲像啉的水和打粮，个人的药啊和清洁用品、保暖的衫、身份证和一寡现金、手电等等。建议重量是以查甫15公斤、查某10公斤以内做基准，方便真正拄到状况的时阵，会当随使用过去避难。记者综合报道。随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伊推动的大国税法案，初三伫咧众议院通过，嘛甲参议院商定版来送到白宫，赶伫咧7月初4美国国庆日进前来签署法案。其中有一项这个税改法案，甲半导体投资抵税是调悬到35%，要鼓励半导体制造业转来到美国。这对伫咧美国设厂的台积电嘛是有好处，通降低未来10年的纳税压力。也毋过，若针对历年的补贴，这个法案说是用要全部取消。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8, the nays are 214. The motion is adopted. 两个共和党的议员行过去民主党反对的迄边，可能才会付出正悬的政治代价。大国税法案由总统川普主导，党内无共的声音，伫川普施加压力了也无去。民主党众议院领袖杰弗瑞斯发言8点钟44分钟，打破众议院史上上长的演讲记录，延前投票的时间。这边表决对川普甲共和党来讲是重要的立法里程碑。I believe in America. I believe we have a great nation.
大公司法案其中一项世界法案是半导体投资底面调高到35%。投资就会增加，它会就替美国创造很多优质的工作机会，包括像台积电这样的，而且对晶圆厂来讲，哇，有这样的投资机会，有这样的抵减的话，就很让很多的晶圆厂更愿意去美国投资。大俄美法案它同时也会对某些收入的人会降税，所以它这次降税的幅度高达是可以达到3.3兆美金的这样的幅度，降税加福利补贴的话。那对于美国来讲，这对于一边消费力会上来，一边投资要增加，资产负债表能够改善。这对伫美国设厂的台积电是利多，不过日零的补贴差不多拢抬掉。可是对于马斯克跟特斯拉来讲，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是因为它同时也删减了1.1兆美金的补贴。那其中最让马斯克不开心的地方就是他取消了绿能的补贴，电动车一辆车本来在美国可以补贴7500块美金。北京发言人李威特讲，法案签署的仪式按算伫咧美国东部时间明仔载下昼5点在北京举行。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打算后礼拜要伫哪位的首都奥斯陆逼合伊朗来谈协计划。伊朗的副外交部长是表示，只要美国保证袂阁对伊朗做出军事行动，就会对外交谈判维持开放的态度。再来，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和罗西亚总统普京通电话，呼吁赶紧停止俄乌战争。克里姆林宫的幕僚是表示，普京伫咧通电话时阵，伊强调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安尼才有可能来解决战争。再来是阿富汗的外交部长和罗西亚驻阿富汗大使伫咧喀布尔会面了后，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今仔日是宣布，罗西亚是头一个正式甲因承认执政的国家，嘛讲罗西亚是做出勇敢的决定。罗西亚的外交部嘛对媒体来证实这项消息。镜头转到国内，随至下晡新北的捷运万代树林线，工人伫咧吊杠杆的时阵，煞切落来，然后撼到一个骑机车经过的民众，头前的喙齿是断落去，随互人送病院。新北捷运局承认业者伫咧操作上出问题，嘛已经有下令停工，上无是罚6万。职安署嘛派人来到现场了解，若是违反职安法，上当是会当罚到30万。捷运时间拍拼伫做吊车嘛，当伫吊挂，毋过做到一半，向阳有更杠伫边仔的车路，工人赶紧去外口看。骑机车人经过，煞叫撞到车头全毁。骑机车人虽然无性命危险，毋过落去喙齿断去，佫有头晕的现象，互人紧急送医。我是听到声音，后来出去有一个机车骑士。满脸是血，然后已经躺在那个人行道了。捷运工地紧邻道路就在树林区的中正路上，现场不但道路狭窄，而且车流量大，汽机车频繁通行，只要施工稍有不慎，对来往人车都是风险。出代志的工地就伫捷运万代树林线树林段，厂商赶工伫做捷运基础条啊，煞伫初日下晡5点外弄到围篱遮的设施，引起公安事故。新北捷运局坦白讲，业者操作无细致，毋过毋是吊挂的杠杠落来，是支持篷布甲围篱的大型杠杠，弄掉了后规片倒落来。因施工厂商操作不慎，导致帆布支撑管砸伤路人，开罚至少6万元，以及停工并要求改善。检察员已经在现场在检查之中哈，如果雇主这边在施工过程中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话，那雇主部分呢就会我们处以最高达30万的一个罚款。那另外呢，他原事业单位如果有在承揽管理上面有缺失的话，也会处以最高15万元的一个罚款。规条万代树林线时间不时出事故，2021年始祖崩坑工程，一个工人缀着香救无转来。2023年，工人拆解暂顿机，因为零件冷气落落来，头壳压到死亡。即马认为肇事搁出代志，厂商互人下令停工，依法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公安的新闻，中油伫咧桃园观音第3接收站的工程，随日暗头有一个水底作业人员，伊在唱水落去施工的时阵，煞引过来渡水，送病院了后救无回来。职安署的人员到现场检查，可能是伊在唱水的时阵，在面大接头冷气，才会渡水死亡。专案是交予检警来调查，现场停工。救护车驶入去工程区。
中油桃园观音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传出公安的意外，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插水落做水底摄影的作业，伫水底超过5分钟无起来，同事甲险也无反应，该救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要是救无倒来。患者头部前额有3公分撕裂伤，身体无明显其他外伤。救护人员到达现场，接手实施 CPR 以及施打骨针、上卢卡时后，送新屋布利桃园医院抢救。经小调查，这个查甫人是针对外口市红坡地新建工程插水咧翕水底肉粽甲违法的工课，煞不幸渡水死亡。针对这点，中油表示遗憾，强调会做事故的检讨。不过，袂影响第3天然气接收站工程的进度。根据了解，这是外包的营造商发生第2届公安的案件。去年底，因为大影扫即摆工程的 H 型钢体，牵连到劳工，才来造成事故。这个是由一间海事工程公司外包水底作业的业务，发生唱水员渡水死亡。当下也要求承揽商要停止相关作业，也督促这个厂商要从优从宽，尽快跟这个当事人的家属来谈后续的一个协助事宜。这个公安的意外初步判断可能是唱水的时阵，这便大的所在唔知影是安怎落去，滴出水怎走入去便大内底才会渡水。唱水专家推测，这个往生者的便大应该是高阶水底作业咧用的便大，不过便大有接头完全锁死的，嘛有会当跳落来的，两种的介绍无同。呼吸管线呢，有可能被直头绊住，导致缺氧，死者要从水里拉上来的过程中，导致这一个面罩的结构被破坏掉，让水面上的人误以为说这个装备是呼吸管跟这个连接处脱落。专家分析，水底作业的便大，空气需要透过压缩机经过管线送入去便大，若若敢是伫水底的时阵，管线去填着肉粽角，才会来造成意外。种种的可能性，都会等检警上验来厘清。若劳动检查了后，已经下令爱先停工。若确定有违反这案法，雇主中油上当会罚款30万；若外包的营造商上当会罚款15万。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咧台南嘛发生2件渡水的意外，国有财产署是打算要甲去前瞻咸水厂的路封起来。不过外界是认为讲，应该是爱加强宣导。因为台南市管理局是认为，遐也无完全设施，而且嘛毋是通合法流水的水域，所以民众本地都无应该落去。热热期间，小水池内底人是吵，现场有救生员，相对嘛较安全。不过最近台南小连续发生2件渡水的意外，其中一件伫咧台南南华青山盐水厂。针对这点，国有财产署已经伫咧去遐的路林有采栅栏。毛大禁止生水的公告来提醒民众。我们在外围的地方哈，就是秘境的出入口的地方加这个阻隔简易的阻隔设施啦。那也希望我们贴公告来提醒那一些出入的一些游客，那注意安全。针对国有财产署采栅栏来管制，有外界认为讲加强安全亲近大自然的这个观念，比封路更加要紧。不过台南市管理局强调讲，安全并无问题，合法管理才是上重要的。网红或是社群媒体把危险的地点美化为秘境，容易误导大家，忽视它潜在的风险。景点推广应以安全无虞、合法、开放、完善配套为前提。是类似做水母漂啦，就是我们吸一口气，如果小腿抽筋，吸一口气，然后弯曲这样去拉。这个动作，还要换气一样，是简单抬头。市府嘛提醒，会晓水域自救，甲判断环境的风险是降低意外关键。消防局嘛呼吁，唔通伫咧公告禁止耍水、甲水深危险等等的所在耍水，或者是做其他水上的活动。若是风险较悬的撩客、错漏的体验等等，嘛应该爱找合法的公司，有契约的保证，找合格向导来协助。若无了解这个所在水域的风险，就唔通来耍水。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咧台大妇产科的医生郑文峰，伊涉嫌甲人下药仔了后性侵，也是骹来手来，当中是有3个女性来受害。一个40万交保了后，煞甲逃走出境。台北地方法院是进前都有发布通知。台大病院院长吴明宪就甲批评讲，美伊是一家集体。台北市卫生局嘛强调，准备要开医师的天改委员会，会甲汇集医生的证书。
将台大附产科名医陈文峰涉嫌下药甲人性侵案转来进入司法审理了后，伊说一直无到庭。台北地院法院进前裁定没收代票40万保释金，搁发布通缉。台大病院院长吴明贤初三公开批评陈文峰做上歹示范，一旦讲是台大的建校台，嘛是台湾医界建校台。这简直是台大支持，也是台湾医界支持。做错事就是应该要接受法律上的，他不敢面对，在这个法律上，我觉得不管是作为医师或是作为一个老师，他都是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陈文峰互人控告2020-2021年任职期间，分别邀请3个女业务员去食饭，伫酒内下药带去旅馆性侵，也是威胁。台北地检署去年11月以药剂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威胁等罪解起诉，没想到伊弃保潜逃，互人通缉。对这件代志，基层医师团体认为，类似这种情形重大违法行为，应该赶紧召开医师调解委员会，废止伊的医师证书。根据医事法，该医师如果有性侵类似的情况的话，其实应该是那个县市的医师工会跟卫生局去主办这个惩戒委员会，然后看要不要把医师的执照吊销，或者是暂时停止执业。我们已经请2位就是议程的委员先做书面的审查。然后现在是函请这个郑医师来做说明，一直没有来，我们还是会进行惩戒啊。对这种情况就废止医师证书。对这件代志，台北市卫生局讲，这个案件已经伫行庭事，会函请陈文峰到议定会说明，也依法做处罚。上近7月底8月初就会有结果。若是情况重大，会当废止医师的证书，也就是无法度过执行医疗业务。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教育基金会最近有接到2件技校和学校外聘教练性暴力的申诉案，其中有一个被判刑，照理讲是规世人袂使阁做教育人员，也毋过诉讼发现，伊阁伫咧花莲的民间俱乐部伫做总教练。有民间团体就指出，目前教练无适应制度，也阁有真侪空棚执行嘛有问题，所以应当就爱来检讨。他们发现其实有其他家长反映过黄教练不当行为，包含体罚、羞辱性的言语，甚至有孩子说黄教练当着孩子的面亵渎，让孩子很不舒服。家长真侪届反映学校倒球社团的教练讲话行为受超过，学校煞当作无看。人文指出，性的教练连续刷地新着真侪间学校甲民间运动场灌出问题，要互人续聘。一直到最后一间学校发生性侵诈，终身袂使任用。新北县政府一直毋讲是毋是普查，国教署讲新北县回应有6间学校进行229个学生囡仔普查。所有的辅导系统都必须要接住这些受害的学生以及目睹的一个学生。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要求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这边督导学校要去落实所有的辅导工作。日本国点名羽球教练李建伟，107年伫花莲学校任职，妨害性自主判决确定改聘，终身袂使担任教育人员，却伫民间俱乐部长期担任总教练。113年甲114年花莲县长杯教练，今年5月，佫以俱乐部的名义带团去日本比赛。对这件代志，花莲县教育处表示，也需要了解。花莲县政府怎么一回事？这个通报没有用吗？没有执照，他可以当教练。还可以接触儿少、接触学生，带他们去比赛。在还没有修法可以去做这个不适任名单的一个公告之前呢，那现阶段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民众可以从我们的教练证照查询系统去选择这个合格教练。日本甲民进党立委单位主张雅玲讲，中央有法规，也讲有定期追踪，按过案例持续，代表地方执行失职。无适任运动教练袂使干那为消极协会的名单除名，是爱互家长查询的时阵知影全名，而且知影无适任的原因。体育署表示，未来研究修订国体法，为法律为该明文规定，会当公布名单来努力。记者综合报道。交通安全做伙来注意，民众伫咧高雄生态园区站附近坐公车，发现这公车驾驶因若塞车，若用手机咧看影片，民众该翕落来放起伫网络，佮指控这个驾驶伊毋是头一届安尼哦。客运公司是表示，这个驾驶已经违规会处罚，另外嘛来做教育训练。初日暗时10点外，高雄的民众坐这班公车，无偌久发现有古怪。公车运将伫美大标顶面放一支当咧放戏剧的手机啊，民众阁发现司机停红灯的时，疑似咧看剧，目睭阁降落去大约40秒。
太危险了吧？因为你会分心，没有办法去注意到车况啊。在于执勤当中是绝对不允许拿手机起来使用，除非你有特殊的情况需要回报给公司，还是说你有发生肇事案件需要报警的部分的话，才可以使用到手机。民众质疑这是危害到安全，指控这位运将不是第一届看叫，把影片发布在社群。客运公司回应讲，运将的行为已经违规，因为公司明确规定，除了特殊的情形，司机是禁止在赛车时用通讯产品。就是可能他会当下会分析，所以导致他可能会过站，不然就是有客人要在招手，他可能刚好在开局就会过站，不然就是没看到车要转过来就刚好车祸也是有可能的事情。他要上班的时候手机收起来啊。叫他收起来啊，公司收啊。加强这个驾驶长教育训练以外，我们依照市区客运的亏损补贴的作业规定惩处，那另外纳入服务品质评鉴去做扣分。客运公司对行车记录器检判司机时停红灯的时看叫，已经违反规定。虽然到这8个月，伊平常时是无啥问题，过去也无妨申诉，亲像这款的行为，但是这届会约谈，并且搁教育，也靠伊的年尾奖金处罚。交通局也针对客运公司进行处罚甲扣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咱来关心生态哦。新德市区附近的清水公园，有囡仔伫咧草坡啊看到一尾牛，家长随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却发现讲这尾蛇是真罕见的台湾第3级保育类乌白金蛇，目前是已经先送去新德市动物园了。甲蛇轻轻啊掠起来，放入去地仔内底，边仔囡仔是惊甲皮皮喘。逐工早起有袂少人来新德市区的清水公园散步运动，毋过拜三所民众发现公园内底有一尾长1公尺的蛇，赶紧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早上一来的时候，原本就在那个位置啊，不会动。然后我本来以为说它可能是一个玩具，就看到那个蛇在那个，就是在那边，然后卷着。我就可能难免吧，对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蛇的问题应该还是要处理，对，所以担心啊。会啊，会担心。后来发现这尾蛇是台湾第3级保育类乌眉金蛇，本身无毒，嘛袂主动攻击人。活动区域是伫咧平地一直中间海拔的山区，只有也提醒民众，热天是蛇定蛇出来的季节，看地时阵免惊吓，嘛莫去掠，才袂发生危险。黑眉锦蛇是台湾特有种。公告为3级保育类，它没有毒性，可以长到2公尺长，全身黄黑色，有纵向的花纹。民众不管看到哪一种蛇，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安全距离，不要主动靠近或捉捕，并通报相关单位处理。目前伫公园掠到这尾蛇已经送去新德动物园安置。那蛇哪会出现伫市区的公园内底？相关单位后续会搁进行调查。记者杜君豪新德报道。伫咧5月底，地方有反映讲，偏湖侧边的月底湾有出现真侪魔鬼海青，会危害到选湖的生态。海保署随着启动调查，发现讲，这魔鬼海青的数量是已经有超过经界达到8倍。海保署也伫6月18、19来启动2摆的清除作业。也毋过咧，最近所有志工伫咧批评讲哦，这规个计划是总甲乱糟糟，无事前规划好势，一点仔效率都无。唱水人员伫偏湖侧边的月底湾，一手提鸭啊，一手提家枝啊，将发现的魔鬼海青，也就是一罐海青压入去地下底。5月底地方通报，侧边岛遮的魔鬼海青大量生态，已经超过境界标准8倍。海保署伫6月18、19发动2摆的清除作业，2天拢总掠44只。不过因为规个计划无较有效率的做法，有海洋志工团体跳出来碰海保署，做代志乃会头烧烧袂灵灵。你要有一个系统的管理啊，你基本上是掠要停多，佫有物件，什么所在有，什么所在无，你要有一个通，要有一个规划，要有一个调查，出来的将这个爱透明化，互人看。负责清除的海洋志工批评政府单位，海保署表示，针对各海域的魔鬼海青状况，拢有持续监控。自111年到打爱欧选海洋生物汇报，偏湖地区拢总看到5摆，数量上济是7月初2的5只。你今年新推出的选湖健康汇报平台，数量上济都是5月底这摆的月底湾有15只。海保署强调，志工的建议因拢有收到，后续会联合各单位建议，推出一套完善的做法。在地的这些潜水业者，然后在地的这些政府机关来共同协调，
大家彼此的分工，或是大家彼此要怎么样去投入这个急迫性的，或是将来中长程怎么样去监测这个集管海星。因为气候变迁甲少天敌的关系，魔鬼海青会大量生态危害酸污的生态。去年伫东沙宽大都捌出现这款状况。除了靠地方的即时回报甲程度以外，海保署即阵也当咧积极找找较有效率的方式。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仓报道。同款是海洋生态的新闻哦。乌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调查船初二伫咧花莲外海，有发现一大群的翠鹅，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海洋品种。基金会表示，古早发现这种的拢是已经靠大死亡的海洋，这也阁是头一届伫咧花莲外海看到活跳跳的。26只大型的鲸豚慢慢以群体方式向前，因伫海上做花喷开，悄悄地游到当地冲入去海底。研究人员原底就是因是定看到的瓜氏翠鲸，挖进了后才发现是因无伫海上看过的拢是翠鲸。在过去的资料里头，这个鲸种大概只有在搁浅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结果没想到昨天竟然一次出现了20几头，让所有的研究人员都相当的兴奋。所以这是首见嘛？对，这一次是花莲20-30年来的首见，也很有可能是台湾第一笔的目击资料。这个是伫初二的透早真幸运看到的乌楼海洋文教基金会鲸豚调查船伫花莲港东南边10海里的所在所发现，上海港的业者甲渔民拢形容要拄到伊的几率是比虎鲸更较困难，所以相关的生态资料也较欠。现场辨识出它是朗氏喙鲸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透过它头部的这个白斑白色区块可以去做出辨识，以及它的这个比较长的吻端。朗氏喙鲸在野外常常会跟平鼻鲸可能会误认或混淆，但昨天我们留下来的影像画面其实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后续都已经获得了一个确认。根据海洋保育署的资料，拢是翠鲸分布伫印度甲太平洋区的热带海域，其中以西太平洋是较常看到，主要伫第6边以外的深水域来生态。乌楼海洋文教基金会表示，这届珍贵的记录整理了后会对外公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文书的新闻哦，拍远25年的中华关电古迹宝岛运动戏院。最近，公所甲私人的股份拢甲买回来，要开始推动整修活化计划。规台边仔大海报是戏院当初时播送的最后一出电影。中华宝岛镇的运动戏院拍远20多栋，中心行入摆戏院内底，1楼卖票入口，演员休息室，物件也阁维持原样。尤其2楼这2台电影播送机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历史。放映机是伫咱民国45年开演的时阵，一直维持到现在，这么应该算是高档级的迄个国宝级的文物咱若建筑物维修了咱就想办法来甲这2只迄个放映机来甲伊维修恢复伊原来的迄个风化。1956年起做的运动戏院是公家甲民间合作经营，当初时毋若播送电影，嘛有布袋戏歌舞团才会巡演。戏院伫2016年登录做历史建筑，镇公所去年甲运动戏院民营的产权拢买回来，目前当咧向文化部申请修复补助经费，要拼明年动工。所有的迄个民营的产权拢已家买倒转来，建筑物甲土地的产权拢已经属于宝岛镇公所。所以咱即马才有迄个统一的权责来甲伊处理安尼。伊伫咧宝岛的市中心，即个后方是要变做文化连接的中心。戏院内底的即个舞台变做像古早的迄个运用，毋是安尼，是爱有互人看到历史的深度啦。地方文书工作者表示，运动戏院过去是宝岛大家族的花园，有些私人的蚵仔是培育地方人才重要的基地。未来重新开放戏院，嘛期待当加入地方文书的小界，互众人了解这块土地历史。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对台湾去美国提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的王俊贤，利用 AI 深度学习，互工一种机器人会当真紧地熟手去执行无共款的任务。另外，伫咧 MIT 的博士生肖应璇，嘛是靠 AI 来分析飞行的路线，来推出干那人格啊大细的无人机，会当飞入去空旷来救灾。咱做伙来看公司国际记者彭总哲来自波士顿的报道。
Boston 是美国东方的科技大城，伫 Boston 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 等百年学府，尤其是提供一大堆科技人才。甲美西重视软体研究无同，伫美国东方的波士顿，正为 MIT 出发，栽培学生发展会当互 AI 顶档的硬体技术。实力成功，但是爱用特殊的录影器材才会当翕到。这是 MIT 软体和微型机器人实验室的成果，纯就是和一个银角啊差不多，所以当伫建筑物倒去的这棚内面，救一条一条的人命。那像我们一般看到那种无人机用螺旋桨的那种方式，在这么小的尺度底下呢，其实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要做这么小的飞机的话，我们就需要学像蜜蜂，他们其实排翅膀的方式非常有趣，而且整个动作是非常精巧。对台湾来的小艺璇，想到细汉的时阵，伫台北的郊外，看到的芳，唔那是会当伫细细蕊的火之间平稳飞行，佮会当用飞行轨迹来传信息，想要甲芳的姿态转到无人机的身躯顶 ，AI 斗三工。我们大部分使用 AI 的时候是用，就是去看它的位置，还有看它的姿态，这几个是主要我们的去采的数据，还有我们给出去那个肌肉震动的大小，用这些数据就可以去训练新的模型，让它去可以控制我们的无人机。导入 AI 和细粒子的机器人发挥正大的力量，在 MIT 关注竞争的环境内面，人数真少的台湾研究者，赶快是厉害，甲互人错一个。为去年到今年，咱台湾人伫 MIT 的国际学生内底，敢若占2%。不过，伫上抢市的机器人研究，咱台湾的少年人是真出色。今年6月，摕到电脑科学和人工智慧博士的王俊贤，是对台中来的，正爱拍电动，好奇世纪世界人物，敢会当透过 AI 伫现实世界叮当。想象人在把手伸到这个地，我们想的过程只会去想说，我会想象这里有个3D 点，我把手伸过去。我们有一点完全是下意识在做的事情，是这些所有肌肉操控，然后这些东西就是你在robot 上是要实现的。人无法度注意到的每一步，王俊贤拢交互 AI 来代做，伊互 AI 学大量数据，生成真侪种程式来驱动机器人。有 AI， 机器人袂够时间来当做单一任务，对设备的维修到实验操作，拢会当一手来办。但是要开发出这种模型，都要使用真大量的心力。我感觉大家可能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很愿意投入极大量的时间。就我们不觉得我们正在被抄，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就是可以一直疯狂投入很多时间在研究上。那这个肯定会让你的研究进展会比较快。台湾学生用热情善用 AI 的潜力，在 Boston 的机器人研究领域已经互人看到。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基美国报道。再来，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6度，南部地区25度至34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外岛地区27度至37度。再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